香港昨天23日发生一起临时演员冻死的悲剧。尖东尖沙咀中心对开海滨公园昨上午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躺在长凳上，事后调查发现死者为64岁的临时演员刘和志。由于当天清晨尖沙咀最低温摄氏13.7度，怀疑他可能因为天寒猝死。据香港苹果报道，刘和志22日凌晨完成 TVB 剧集《极度怪咖》的通告后，就走到尖沙咀中心对开海滨，找到一张长凳并躺下睡觉，岂料一睡不起。至昨天上午有保安人员巡视时，发现有人睡在长凳上，于是上前查看并轻拍对方，见刘和志没反应便报警。等救护人员到场证实刘和志已经死亡。临演好友周先生透露，刘和志非常勤劳，一天24小时都可以开工，也常常问人有没有工作。据悉，刘和志拮据，近几个月来都靠着做临演和打散工为生，居无定所的他，有时都在街头露宿。临演仲介公司老板刘文俊则透露临演的辛酸。他表示，现在做电视台临演时薪为港币34.5元，约合台币135元，比素食餐厅或服务生还低。他感叹香港物价这么高，就算临演做满10小时，一天也才300多港币，扣掉吃饭和交通费根本很难。再加上临演收入不固定，今天做完不知何时才有下一次，认为刘和志打好几份工真的很辛苦。